今日一條消息就好似深水炸彈，炸到成個華語娛樂圈都熱烘烘。成龍個女吳卓琳今日結婚啦！婚禮現場畫面流出，冇豪華酒店，冇群星拱照，冇鋪天蓋地嘅宮氈，只有一間普通屋企，一張台，幾隻紙杯，兩個人十指緊扣交換戒指。佢實實握住妻子于啲嘅手，眼神入面全是肯定，成場喜宴嘅甜蜜感直接爆晒燈。但真正令所有人都抽一口涼氣嘅，唔係呢場婚禮本身，而係隨後爆出嘅3個重磅消息。成龍秘密現身咗，吳綺莉大有機會重新回到大眾視野。而林鳳嬌據圈內知情人士透露，當場發晒脾氣，仲揚言要離家出走。一場婚禮，3個家庭嘅命運喺呢一日徹底交織埋一齊。呢件事背後到底藏住啲乜？要搞明白今日呢場婚禮點解會鬧到滿城風雨，你一定要先知道呢個叫吳卓琳嘅女仔呢20幾年到底經歷過啲乜。第一章，一出世就背住原罪。1999年11月，一個女嬰喺香港出世。佢嘅到來冇鮮花，冇祝福，只有一句當年震動全港嘅金句。成龍喺記者會上面講：我做咗一件全世界好多男人都會犯嘅錯。呢句說話輕輕鬆鬆幫成龍解咗圍，卻好似一枚釘，牢牢釘死咗呢個剛出世細路嘅人生。佢叫吳卓琳，香港傳媒俾咗個外號佢，叫做小龍女。聽落好似好靚，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呢3個字背後嘅意思。佢係成龍婚外情嘅產物，係錯誤生出來嘅細路。吳卓琳嘅阿媽吳綺莉17歲就拎到亞洲小姐冠軍，長得明艷動人，性格卻剛烈到爆。據圈內人講，年輕嘅吳綺莉喺圈裏面出了名，唔輸得，拍夫搏到盡，做人唔認輸，骨子裏面有一股寧折不彎嘅勁。大約1998年，佢同成龍嘅關係俾傳媒踢爆。嗰陣成龍早就同林鳳嬌隱婚好多年，林鳳嬌為咗佢嘅事業，甘願退居幕後，帶住個兒子仿祖名定居外國，幾乎完全唔出現喺公眾視線入面。吳綺莉明明知道人哋有妻有子，都一頭衝咗進去。呢件事當然有男人唔負責任嘅成分，但據知情人士講，佢自己性格入面都有一種賭徒心態，佢賭成龍會為佢改變，賭呢段感情會有結果。結果佢賭輸咗。1999年，吳卓琳出世。成龍一句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，將自己撇得一乾二淨。而吳綺莉抱住剛出世嘅女兒，獨自面對排山倒海嘅輿論風暴。由呢一刻開始，吳卓琳嘅人生第一日就俾人釘上咗標籤。第2章，貴族學教入面嘅異類。吳卓琳嘅童年物質上從來唔缺。吳綺莉雖然同成龍關係決裂，但靠自己多年嘅積蓄同圈內人脈，將個女送咗去上海嘅貴族學校讀書。校服運得不值，書包係最新款，住嘅係好屋苑，食住用度都唔差。但錢可以解決嘅問題，從來都唔係吳卓琳真正嘅難關。喺學校入面，佢就係那個冇阿爸嘅細路。走廊入面總有竊竊私語由佢背脊後飄過。佢就係成龍個女啦。聽講佢阿媽係第三者。休息時間冇人願意同佢一組，粉筆頭由背後飛過來，佢就低住頭，乜都唔講。據舊同學同老師講，吳卓琳細個性格其實好靜，唔中意講嘢，但眼神入面永遠有一種唔似佢呢個年紀嘅倔強。佢唔係唔知人哋講緊乜，只係唔知點樣反擊。而返到屋企，又係另一個戰場。吳綺莉嘅管教方式，用高壓2個字來形容都算客氣。好多身邊人都講，佢對吳卓琳嘅要求嚴苛到誇張，情緒唔好嘅時候會動手，講說話打壓就更加係家常便飯。一個鬆細就冇阿爸錫嘅細路，最需要嘅本來就係安全感同無條件嘅愛，但吳卓琳得到嘅只有阿媽無處安放嘅情緒同滿腔怒氣。呢種環境就好似一個高壓煲，
將年紀小小嘅吳卓林壓到透唔到氣。第3章，15歲，終於頂唔住崩潰。大約2015年，15歲嘅吳卓林徹底爆發，佢開始經常情緒崩潰、自殘、報警、離家出走，一連串極端行為嚇到吳綺莉手忙腳亂。傳媒蜂擁而至，鏡頭對住呢個問題少女，標題一個比一個難聽。成龍個女學壞晒，小龍女變叛逆少女。冇人去問一個得15歲嘅細路到底承受咗幾多嘢。據身邊人講，嗰段時間吳卓林好多次喺社交媒體發出求救信號，但得到嘅回應唔係阿媽嘅鬧，就係網友嘅冷嘲熱諷。佢就好似俾人鎖喺玻璃罩入面。外面嘅人睇到佢掙扎，卻冇人真係伸手拉佢一把。2017年，18歲嘅吳卓林公開出櫃，宣布自己係同性戀。呢件事喺當時嘅香港社會引發好大爭議。據講，吳綺莉當時情緒激動到唔知形容，兩母女嘅關係跌到冰點。2018年，19歲嘅吳卓林飛去加拿大多倫多，同比自己大12歲嘅加拿大女友 UD 去領證結婚。嗰場婚禮冇婚紗、冇鑽戒、冇親戚朋友到場，只有一張台、幾隻紙杯、2個人。鏡頭入面嘅吳卓林留住清爽嘅寸頭，穿住休閒衫，實實握住 UD 嘅手，眼神明亮又堅定。佢當時講：大家好，我係成龍個女，呢個係我女朋友。呢句說話係佢第一次主動講出自己嘅身世，唔係喊住投訴，唔係鬧人，只係好平靜咁講出一個事實。但嗰陣幾乎冇人理會呢場婚禮，冇傳媒跟住影，冇熱搜，冇娛記喺門口等。直到7年後嘅2026年初，呢段瘋傳咗好耐嘅影片突然喺網上瘋轉，所有人先反應過來，原來成龍個女早就結咗婚。第4章，外國街頭最難捱嘅日子。吳卓林本以為飛去加拿大，終於可以掙脫呢個困住自己嘅牢籠，點知真正嘅苦日子先剛剛開始。冇學歷，冇人脈，屋企又唔俾佢靠，佢喺多倫多搵工，次次都碰壁。據知情人士講，最難捱嘅時候，佢嘅積蓄全部使晒，只能靠慈善機構嘅免費飯醫肚。多倫多嘅冬天凍到入骨，佢曾經要露宿街頭，縮喺公園嘅長椅上面，用睡袋包住自己，靠執廢品換錢買日用品。與此同時，成龍同房祖名溫馨同康嘅畫面不斷喺新聞度出現，阿爸同個仔嘅合照，笑容溫暖，畫面和諧。而吳卓林喺地球嘅另一邊，連一餐熱飯都未必有得食。呢種強烈對比，刺眼到冇人忍心睇，但吳卓林從來冇回頭，佢拒絕咗阿媽嘅剪。據講，吳綺莉好多次試過聯絡佢，想俾佢幫手，但全部都俾佢拒絕。佢寧願喺加拿大最凍嘅冬天去領免費飯，都唔願意接受阿媽嘅施捨。佢亦從來冇向阿爸求助過。成龍呢個名喺佢嘅世界入面，更似一個遙遠嘅符號。根本唔係一個可以俾佢依靠嘅阿爸，佢唯一可以靠嘅只有自己手裏面嗰支畫筆。第5章，一筆一畫畫出屬於自己嘅尊嚴。吳卓林開始接設計嘅工作，最開始只係做最基礎嘅 logo 設計、手繪周邊，一錢幾十蚊、幾百蚊咁接。後來慢慢累積咗口碑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樂隊專輯封面、歌手巡迴海報、商業壁畫定製，好多優質訂單主動揾上門。據工作室嘅人講，佢經常一站就係大半日，爬喺梯子上面掃顏料，夜晚返到屋企腰都酸晒，仲要繼續改圖。佢一邊開工，一邊考咗入香港知專設計學院，將自己嘅專業能力再提升一層。佢社交平台嘅粉絲由3萬慢慢升到42萬。工作室嘅訂單排到2026年7月，呢啲數字睇起上來好乾澀，但每一個粉絲、每一盤生意都係佢捱夜畫翻來嘅，冇人俾佢開後門，條路完全係佢自己一步一步行出來嘅。
而真正改變佢命運嘅轉機出現喺2025年底。成龍嘅團隊主動聯絡咗佢嘅工作室，邀請佢參與電影《急先鋒2》嘅海報設計比賽，全程跟足市場規矩，交方案、評選、中標，完全冇俾佢任何特殊優待。吳卓林喺作品入面加咗好多關於父女關係破冰嘅細思，最後憑實力成功中標。據圈內人講，呢張海報打動咗成龍。之後佢開始用低調嘅方式彌補過去嘅虧欠，暗中幫佢俾工作室嘅租金，補貼營運開支，仲設立咗一筆高達4000萬港幣嘅信託基金。基金嘅條款完全係成龍嘅作風，一次過撥出，唔可以撤銷，之後唔可以再追討。吳卓林要完成學業，工作室開滿3年，先可以逐步拎錢出來用。2026年初嘅一次直播入面，吳卓林好平靜咁講，佢最近成日睇我整嘅海報。而成龍接受訪問嘅時候都坦言，對呢個女兒滿心虧欠。更加令人感動嘅係，據身邊人講，喺成龍2026年生日嗰日，吳卓林發佈咗一幅手繪畫，一個男人嘅背影，孤零零企喺冰面上面，冰面已經裂開，但有嫩綠嘅牙由裂縫入面頑強咁鑽出來，旁邊寫住3個字：破冰了。據工作人員透露，成龍將呢幅畫切成咗手機嘅桌面，父女2個人嘅關係終於靜靜雞咁開始好轉。第6章，婚禮背後嘅暗流湧動。時間翻到昨日，吳卓林結婚嘅消息一傳開，最震驚嘅唔係婚禮本身，而係隨後爆出嘅一連串細節。據知情人士講，成龍秘密出席咗呢場婚禮。佢冇行公氈，冇上台講話，只係低調咁坐喺角落，睇住個女同 Woody 十指緊扣交換戒指。呢一幕俾現場嘅人用手機影低咗。畫面入面，成龍嘅表情好複雜，有欣慰，有內疚，仲有一種講唔出嘅釋然。而更加勁爆嘅消息就係吳綺莉大有機會重新復出。據講，吳卓林籌備婚禮嘅時候，曾經主動聯絡阿媽，邀請佢嚟參加。吳綺莉最後有冇到場，到而家仲冇確實消息，但知情人士就話，兩母女嘅關係明顯已經緩和好多。但最估唔到嘅反應來自林鳳嬌。據圈內人講，成龍秘密去咗婚禮嘅消息轉到林鳳嬌耳邊，佢當場發晒脾氣。呢位隱忍咗20幾年嘅女人，聽聞知道之後情緒激動，仲揚言要離家出走。林鳳嬌嘅反應其實一啲都唔難理解。1982年，事業正當紅嘅成龍同林鳳嬌低調註冊結婚。婚後，林鳳嬌甘願放棄大好演藝前途，退居幕後，定居外國，一心一意照顧屋企。1999年成龍犯錯之後，所有人都以為林鳳嬌會大吵大鬧，但佢只係好平靜咁講咗句：而家係人哋最難受嘅時候。呢句說話令成龍內疚咗成世人，佢即刻改咗遺囑，將全部身家都劃俾林鳳嬌同房祖名。20幾年來，林鳳嬌用沉默同隱忍守住咗自己嘅婚姻同地位，但而家成龍秘密出席吳卓林嘅婚禮，喺佢睇來，呢件事可能意味住維持咗20幾年嘅平衡，終於要被打破咗。據身邊人講，林鳳嬌覺得成龍呢次真係過咗界，你可以俾錢，可以設信託基金，但親自去婚禮，性質完全唔一樣。呢等於係公開場合承認咗吳卓林嘅身份，等於將呢個佢忍咗20幾年嘅錯誤，直接擺咗上台面。而房祖名嘅態度都好值得玩味。據講之前房祖名曾經俾傳媒影到，低調去探訪吳卓林嘅工作室，留咗好耐先走。外界估計佢可能係父女2個人破冰嘅中間人，一邊係隱忍咗20幾年嘅妻子，一邊係血濃於水嘅親生女兒。成龍夾喺中間，呢度難題，佢到底要點揀？第7章，3個家庭，一場婚禮。吳卓林嘅婚禮絕對唔止係2個人結婚咁簡單，佢係3個家庭20幾年嘅恩恩怨怨，一次過全部爆發出來。成龍秘密出席，
意味住佢終於邁出咗呢一步，由唔認到認，由虧欠到彌補。但據知情人士講，呢一步邁出去之後，佢同林鳳嬌嘅關係將要面對從來冇過嘅考驗。林鳳嬌嘅憤怒絕對唔係無理取鬧，20幾年嘅隱忍同付出，唔應該俾一場婚禮就輕易打破。吳綺莉大有機會重新回到女兒身邊，意味住呢對母女終於有機會重新了解彼此。但27年嘅裂痕，絕對唔係一場婚禮就可以完全修補。佢哋需要時間，需要耐心，需要真正嘅理解同溝通。而吳卓林自己身處呢場風暴嘅中心，一直都保持住一種令人心疼嘅平靜。佢冇喊住投訴，冇大聲鬧人，亦冇借機博新聞。佢只係實實握住于 D 嘅手，面上面帶住嗰種我知道自己做緊乜嘅篤定。就好似網友講嘅咁，呢場婚禮嘅甜蜜唔係來自鮮花、酒席、名車同鑽戒，而係嗰間普通客廳入面，兩個人十指緊扣，彼此眼神入面嘅確認。呢一次，我哋係為自己而結婚。呢場婚禮係終結，亦都係新開始。結束嘅係20幾年嘅恩恩怨怨，開始嘅係完全屬於吳卓林嘅全新人生。至於成龍同林鳳嬌嘅婚姻最後會點走，吳綺莉可唔可以真正重新融入女兒嘅生活？房祖名喺中間又扮演咗乜嘢角色？呢啲問題嘅答案，或者只有時間先可以俾到我哋。